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Achiever 第40集，惡人必被神懲罰。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、博士 Dr. K 同埋嘉嘉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。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你係公平公正嘅神。聖經話耶和華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，赦免罪孽和過犯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追討他的罪。你係有罪必討嘅神，我哋要嚟讚頌你嘅公義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，有時候有啲壞人做咗壞事，看似冇被處罰，不過你要知道神係公義嘅，萬不以有罪嘅為無罪。喺聖經故事入邊，有啲壞人做咗好多壞事，過咗好耐都好似冇事，不過神一直都知道，而且佢係有罪必討嘅神。我哋一齊睇下神點樣看待行惡嘅人。耶戶被立為君王。博士，以利沙接續以利亞嘅工作，為人民帶嚟好多幫助，又代表神引導君王治理國家。佢喺北國做先知，但係喺其他國家亦都有影響力。例如亞蘭嘅國王患病都向佢求助㗎。因為亞蘭國王知道軍長乃縵嘅麻風係神藉着以利沙醫好㗎。可惜北國嘅王亞哈同埋皇后耶洗別，佢哋唔信耶和華神，反而敬拜巴力，仲殺害耶和華嘅先知。佢嘅兒子約蘭作王，佢都唔跟從神，神就吩咐以利沙派人去膏立新王。於是佢就對一位年輕嘅先知門徒咁講：你要束上腰，做好準備，攞住呢一瓶膏油去基列嘅拉末。神人要我攞住呢一瓶膏油，有咩用呢？你去到嗰一度，尋找寧示嘅孫約沙法嘅兒子耶戶，將佢單獨帶去一個密室。要去到密室，咁一定係一件好秘密嘅任務啦。你要攞住呢一瓶膏油，將油倒喺佢嘅頭上面。你同佢講，耶和華咁樣講：我膏立你做王，統治以色列。然後你要開門逃跑，唔可以停留。呢件係好危險嘅事。神人，我而家就去。你嚟有咩事啊？將軍，我有嘢要同你講。我哋呢度所有嘅人，你要對邊一個講嘢啊？耶戶將軍，我係要同你講。好啊，你同我入屋裏邊啦。呢個人真係奇怪，神色匆匆，有咩事唔能夠喺呢度講呢？會唔會有秘密或者緊要嘅事唔可以俾我哋知道嘅呢？點解以利沙唔親自去立耶戶為王呢？因為好多人都認識以利沙，為咗唔好咁容易俾人發現謀反王權嘅事，免得有生命危險，所以就派年輕嘅先知去。呢度冇其他人，你有咩事要同我講啊？耶戶，我係先知以利沙派嚟嘅，要話俾你聽一件事，請你先低頭。好。你做乜將啲油倒喺我個頭上邊啊？以色列嘅神耶和華對你講：我膏立你做王，統治我嘅人民以色列。你要擊殺你嘅主人亞哈家，我要為被佢殺死嘅先知同僕人喺耶洗別身上報仇。耶和華神竟然立我為王，仲要我消滅亞哈家？神要剪除喺以色列屬亞哈嘅男人，無論係自由嘅或者係為奴嘅，亞哈嘅全家都要滅亡。至於耶洗別，佢嘅屍體要喺耶斯列嘅田間被狗食，冇人會嚟埋葬。點解嗰個人好似癲咗一樣，
開門逃走。將軍，一切都平安啊嘛？呢個瘋瘋癲癲嘅人嚟揾你有咩事啊？你哋認識呢個人，都知道佢講咗啲咩噶？唔認識亦唔知道，請你話俾我哋知啦。佢話耶和華咁樣講，我膏立你作王，統治以色列。我哋將自己嘅衫鋪喺耶戶企喺嘅樓梯上面，佢睇嚟真係似一個王啊！嚟，吹響號角，大聲宣告：耶戶作王啦！耶戶作王啦！耶戶作王啦！你哋若果同意，就唔好俾人逃出呢個城到耶斯列去報信啊！佢唔俾人出到城外報信，因為如果俾約蘭王知道咗，佢哋就有危險，所以佢哋要保守秘密，暗中行事啊。耶戶被神立為君王，佢要消滅亞哈家，為被殺嘅耶和華先知同埋僕人報仇。小朋友，如果你被人欺負，感到無助，你要相信神係會懲治行惡嘅人，記得要謹守自己，唔好作惡啊！多謝博士多德希同埋嘉嘉。亞哈王一家以前做咗好多壞事，以為冇人睇到，但神知道並記得。神膏立咗耶戶作君王，係要讓亞哈王一家為自己做過嘅錯事負責。耶戶被神立為君王，係為咗話俾我哋知，神會保護被欺負嘅人，並懲罰行惡嘅人，讓嗰啲唔肯改過嘅壞人停止做壞事。而家我哋一齊讀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我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他們，照他們所作的報應他們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我係指神，神必按人所行嘅惡施予懲罰。神話嘅報應就係讓做壞事嘅人嘗到自己種下嘅苦果。小朋友，朗讀金句一次之後，你需要集中精神，留意種子撒喺邊一塊田。而家先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我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他們，照他們所作的報應他們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你知道剛才嘅種子撒咗喺邊一塊田嗎？係呢塊啊！如果你種下愛心同誠實嘅種子，你就會得到快樂同別人嘅信任。相反，好似亞哈王同耶洗別咁樣種下欺負人、說謊同埋搶人哋嘢嘅種子，最後受到應得嘅懲罰。正如今日經文嘅教導一樣，神係公義嘅，必保護被欺負嘅人，並懲罰行惡嘅人。而家先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我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他們，照他們所作的報應他們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呢個回合會提高難度，集中精神，留意種子撒喺邊一塊田。剛才嘅種子撒咗喺邊一塊田啊？係呢塊同埋呢塊啊！而家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我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他們，照他們所作的報應他們。何西阿書4章9節下，最後一個回合啦，難度當然更高，集中精神，留意種子撒喺邊一塊田度。剛才嘅種子撒咗喺邊一塊田度呢？係呢塊、呢塊同埋呢塊啊！我哋一齊唱：離開罪不離開神，學習緊靠神，遠離罪惡，選擇做神眼中看為正確嘅事。
的誡命，人不聽命，吃了禁果，種下惡果。怨恨妒忌，交織怒氣，把愛忘記，神多麼傷悲。最使人遠離神的蔭庇，神是愛，他願人真心悔改，只要我們認錯，決意叫罪離開，他必寬恕並教導我改過。種下惡果，怨恨妒忌，交織怒氣，把愛忘記，神多麼傷悲。最使人遠離神的蔭庇，神是愛，他願人真心悔改，只要我們認錯，決意叫罪離開，他必寬恕並教導我改過。盡所能聽從神的教訓，求讓我跟着神不分開，懇請你賜憐憫，縱有罪願能改，將心相獻，願讚頌你的愛。崇拜結束之後，你可以上 lovekid.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紙，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。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，就喺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等我哋一齊合上手、合埋眼、耷低頭，專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遠離惡事，唔好得罪你。當我哋見到惡人享福嘅時候，亦都唔好心懷不平，叫我哋相信你係公義嘅神，必會作出懲罰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影片。如訂閱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個鐘仔，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。